续来看这件，这个电头毛竟然是用电锅雷电，结果电出着代志咯。高雄一个工小姐，去年的2月到家庭一间美发店电头毛，这个设计师是搬出一个电锅甲一寡技师，讲要用电锅甲电头毛，讲这是因当地正流行的电锅电。结果是互电架头皮甲耳仔3度烧烫伤，加歹个完全来复原。这个设计师是互判刑7个月，也毋过受害者认为这个判刑伤轻，要过来上诉。头壳皮一打，无头毛，耳仔嘛起一工，经过惨痛的电头毛经验，煞会变成这个模样。头毛烧一打去，头壳皮红佮严重，耳仔共款嘛伤着拢臭火大。去年2月，高雄这个工小姐去家庭一间美容院，一个细判的设计师搬出敢若电子锅的物件，配合透明的塑胶管、头毛管等等物件，强调讲这是上时行的。伫过程中，因为这个塑胶管入去了后，烧气阵咧喷出来，致使讲伊头壳皮倒边耳仔3度的烧烫伤。代志已经发生当外，也毋过依然好未完全。整形医生也有，他说那个没有办法长头发。电法院审理后认为，细判的设计师有疏失，而且呢无共赔，依照过失重伤害判伊7个月有期徒刑，爱去坐监。也毋过，江小姐认为讲，对方拢无处理的诚意，无满意这款判决的结果。我是希望法官甲伊判较重的。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把无甲这个责任当作是家己唔对安尼啊。记者实际去找这个头家，代志发生后换新的地址重新营业，无接受采访。请问是潘小姐吗？经验电头毛的恶梦，江小姐到即摆医院也无法度好好洗头，开几10万，无法度换回健康甲美丽。对着判决的结果真不服，要上诉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